为今天天气比较热啊，所以我想穿裙子或是泳装、洋装，这样子比较凉快。我还以为彤彤姐姐你是要去约会呢。对啊，但是天气热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穿背心了。哦，亮亮喜欢穿嘎背心。夏天去海边的时候，我也最喜欢穿嘎背心加拖鞋。啊，彤彤姐姐，那你看我穿这件嘎背心好看吗？哇，你做要2-3动奖。意思是说，你穿这件衣服好漂亮哦！哇，那彤彤姐姐，改天我们一起去海边玩吧。好哎！哇，Cute 裙子 ，Cute 裙子，亚黑马给诺，这是什么呢 ？Cute 一件裙子。泳装、洋装，泳装、洋装，亚黑马给诺，这是什么呢？泳装，这是一件洋装。哇，你做要2-3动奖，你穿这件衣服好漂亮哦！哎，你觉得我今天穿这样好看吗？哇，做要2-3动奖。嘎背心，嘎背心，亚黑马给诺，这是什么呢？嘎背，这是一件背心。哇，默默很棒哦！Cute 泳装，嘎背，3句客家话你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磊了。